屏东的永代技术学院已经停止招生，这学校已经趴园11冬。最近屏东县府是打算开3亿外，把这块8公顷的土地甲买落来，重新搁再整理甲规划。县长周春美是讲，因会来整理意见，针对校地来翻新甲规划。学校的门牌拢互草啊、树啊砍掉的，规个校园内底拢无整理，全是粪扫。屏东县林乐的永达技术学院，对2014年停止招生了后，校地已经趴园11年。即马屏东县政府预估要开3亿1000万甲买落来，准备重新规划。有议员建议，甲即个校地打造成大学理工学院，互屏东囡仔会当留伫屏东发展。屏东在5所大学里面，没有真正一个大学是属于完全大学，更没有理工的人才。成绩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考上外面大学的，几乎不可能留在我们屏东的大学就读。屏科大的部分，它是有工学院，那屏东大学这边是有理学院，这2所大学都非常的没有自我设限哈。那屏科大他们自己也开了一些相关半导体的一个学程。县长周春美讲，头起先会进行土地接收甲整体规划，嘛有委托顾问公司、屏东大学甲屏东科技大学这个学校来讨论方向甲需求。针对规片校地办理都市规划检讨。那我们还在做最后的一个可行性评估。现在1到3年，我们会是在现行土地的使用管制规范下，我们来活化既有的空间，那进行修缮，也跟这个教育资源的整合。屏东县政府城乡处表示，永达校区的地点交通利便，校地搁宽。即块趴园11年的土地，要安怎甲教育资源、甲在地需求整合，嘛是因刷落来爱面对的议题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